感谢俄罗阮的天顶的爸，听阮的上帝，你赏赐供应阮到野阁有春，你阮伫顺境有你的引带，逆境有你的安慰甲扶持，也帮助阮时时会通用主的话来放伫阮的心内，免得阮得罪你。也愿主来赐阮今仔早起的敬拜，拢会通甲主你来相遇，会通拄着主你的救恩，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也这请坐，请坐。咱要做伙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咱做伙来宣告主的话讲：恁圣百姓，请坐。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恁请学了上帝，因为耶和华至高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咱做伙开声，为了咱的国家，明年1月11就要大选吼，求主来帮助，互咱的百姓通选出一个合主上帝心意，人祝福伫即个土地，互即块土地真做喜乐的土地，即个百姓真做得到福气的百姓，咱开声来祈祷。国家看见你的荣耀，互阮的这群掌权的敬畏你，互因行公义好人民，也人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同行。感谢主。主，阮奉你的名来祝台湾这个土地，这个百姓，互这个土地是充满喜乐，互这个百姓充满盼望，互阮的所选出来掌权的会通敬畏你。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有上帝你同行，也甲上帝同行。奉你名来祝福，互阮的百姓离开着这个偶像，捆绑天顶这个恶者，这个黑暗的关系，离开遐济人的心，会通自由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掠着你永远救恩，同心祈祷，去耶稣圣名，阿免。咱也要为着咱兄弟。需要医治的，咱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义人求救，耶和华听见，就救因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我群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拯救灵性痛悔安慰因帮助因，所以咱得当伫心灵，咱的身躯然后病痛。拜六有到伫病院来看咱的兄弟吼，话伫监护病房，话伫遮，刚才因为小可失去迄个记忆吼，连家己的亲人拢无法度叫出名吼，所以咱爱为着因，为着咱家己的心灵需要，咱为着婚姻感情互咱知影安怎领受主的听来帮助，互咱的。彼此的关系事业工作供应咱，也伫囡仔的课业享受智慧来帮助，互因会通有好的这个功课、人际关系所以咱兄弟姊妹，你即马你的身躯、心神，也是这几项有需要的，你会通徛起来有当工为你来祈祷你的身躯有这个各样的，有这个病痛的也是你会通代表你的亲人为祈祷的时阵，你会通代表徛起来这个时阵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咱要为着这个需要来祈祷咱特别为着邱王长老出院伫遮咱继续为着伊的心脏来祈祷感谢主，咱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楼顶也需要当工楼上。主奉你名来祝福你医治的关联，充满帮助互兄弟姊妹经历，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医治的关联，充满伫这兄弟亲像帮助因，互因伫病痛的中间，咱
来拄着主你医治，就临到伫因的中间，祝福你的名，你帮赞，互因会通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你的恩典救恩。哈利路亚！主啊，奉你的名来捆绑一切伫因本身伫因的亲人这病痛。主啊，你来讨帮因。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供应的主，你是带阮进入到你恩典的主。愿主你来帮助阮，伫病痛的中间，互兄弟姊妹用信心来恳求，就得到你医治的权能，互因大大开喙，得到主你的充满，伫因所需要的顶面，求你来供应所教业，阁有剩。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最后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守望祈祷，咱用主的话出来宣告讲：我要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了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气力。咱做为着咱牧者团队、长职团队咱为着咱个人甲主上帝有好的关系，你捌救恩，你通领受的恩典，也求主祝福。今仔有6位要洗礼，2位坚信礼，1位信仰个别，这9位的兄弟，拢会通伫这个大家庭的中央领受上帝的恩典福气，信心会通得到坚定。逐项的这个会议，阁有咱第6区，有这个兄弟，咱的区长、小组长，这个组员，咱奉主的名来祝因，咱做伙伫遮来祈祷、来宣告、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中间也有这无道的朋友伫阮中间，求你的圣神来感动因、帮助因经历你的同在。感谢主的恩典，求你亲自临在伫你的圣会，互阮知影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拍开你的天窗，拼落你要互阮的医治恩典、供应教业，互阮会通伫遮透过主上帝你的话帮助阮，常常来纪念。也伫纪念的中间活出主的款式，愿主耶稣伫礼拜中间，你甲阮三甲同在。主耶稣，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力、荣光，拢是所代代无之。阿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咱做伙来吟圣诗18首。我心学了上帝，我心学了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
咱同心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阮甘心顺服伫你的脚前，因为你的听启蒙阮来归向你。但是阮常常无意中得罪你，求主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帮助阮保持圣洁的心，脱离卑贱的事。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正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来洗清阮，求你用圣灵来更新阮，培养阮甲你中间有破碎的关系。主圣灵伫阮的主的中间来做工，阮借着诗歌、敬拜、祈祷甲信心，甲主有好的美好的关系，享受主的同在。求主你也恩膏有牧师，互伊讲出的话都有圣灵的能力，每一句针对兄弟因的需要。求主你来开阮的耳，借着主你的罗卜讲道，丰丰富富放入阮的心内，互阮藉着遵行主你的话，得到主祝福的人。求主你也使我今日洗礼的兄弟，伫耶稣基督内面，因正做新造的人。伫基督内面有新造的生命，袂记日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有新的生命、新的力量，而且伫耶稣所赐更加丰盛的生命。求主你也赏赐因属灵的智慧，明白圣经的真理，刚强壮胆，甲主同行，一生行入主的旨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了第6区、第6甲11组的区长单日志长老，第6组的小组长庄嘉玲，执事副组长陈秋敏姊妹，11组的组长陈宏远的执事来祈祷。求你赏赐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哪服侍哪甘甜。为了因的组员的身心灵的健康、人民的成长来祈祷。愿意接受装备，正做主要用的器皿。本主你各项的课程甲会议，求主你来保守带领，一切顺利。求主你来掌管。求圣神亲自来带领，今早起的敬拜。我来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文第18篇，就是诗篇67。启文第18篇就是诗篇67。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我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在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这声，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因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有赐福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下万民拢敬畏伊。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所吟的诗歌是“俄勒三一真神，俄勒三一真神”。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尼希米记8章13到18节，第8章13到18节。隔日，进百姓的族长、祭司甲利未人，拢聚集到经学书。以斯拉遐要注意听律法的话，因看到律法中有记载，耶和华托摩西命令以色列人，要伫7月的节期点地草料。佮着伊逐个城甲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讲，恁着出去山林，取橄榄树枝、野橄榄树枝、公念树枝、造树枝、暗树的树枝来搭草料，照所记载。百姓就出去带树枝来，逐人伫家己的厝顶庭院内，伫上帝殿的院内，伫水门宽阔的所在，伫以法莲门宽阔的所在搭草料。遐个狩猎去过转来的会众，就搭草料，坐伫草料内，因为对论的囝约书亚的时到即日，以色列人毋捌安尼行，对安尼因大欢喜。对头一日到落尾日，以斯拉逐日读上帝的律法，众人守节7日，到第8日有严肃会照定着的例。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经常纪念，经常纪念。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免得阮得罪你。看圣经的时，开阮的心窍，阮会通明白真理，因为真理会通叫阮得到自由。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咱看这个图，就是这个囡仔若成年大概16岁，因会通伫这靠墙的边仔，伫遮有这个大人带因来读摩西五经，所以伫遮互因知影讲，对细汉对因成年的时阵，这个上帝话就成做因的帮赞，来纪念伫圣经内底所写这有关上帝恩典、教示，佫会通成做因路上的光。会通引带因伫人生的道路，拢会通真正顺遂。今仔日咱也透过这段圣经，咱对接续顶回老牧师甲咱三分享，经常喜乐，会通对上帝话来成做咱的帮赞。伫你苦难的时阵，你哪会欢喜会出来？总是咱看保罗甲希拉希拉西拉因伫监狱的时阵，互拍甲半小时。佫会通伫遐欢喜学乐吟诗，这是大啥物气力，互因会通安尼做，是因为因伫遐学乐上帝，上帝话伫因内底就真正的气力，所以当因来欢喜学乐敬拜神，迄骹口手口遐连啊拢落去，监狱的门拢拍开，所以有奇妙的事伫遮来发现发生。所以意思啦，咱看讲因伫遮来引带百姓圣经甲咱讲。这些众人拢同心，亲像一个人伫遮学来敬拜伫遮咱有看讲以斯拉招呼因来到伫水门的这个亭伫遮来宣读上帝律法。咱来想牧师有讲过迄个有讲到足侪城门会记袂？还是拢袂记，拢门都没有。水门到底是啥物款的属灵的意义？咱会记第一门是啥？因对羊门入去，代表上帝羊羔要为着人来救赎。所以今仔日咱透过洗礼透过圣餐，也是纪念耶稣的救恩。水门其实伊最要紧的，就是来遵行主的道理，遵行主道。讲一遍来，遵行主的道理。所以选择伫这个门。听上帝话了，爱安怎去行出来嘛？所以选择这水门，
莫会伫别个门吼，其实背后嘛有伊属灵的一个意义伫地吼。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圣经内底讲，恁着要纪念，然后今仔日圣经的师傅有甲咱读，就是安怎修大寮仔节，就祝棚节吼。这大寮仔节到底伊背后有啥物款的历史的意义？要提醒互遮个后代子孙了解啥物款的代志？原来伫这旷野的所在，因安怎伫遐40年经历上帝恩典，连伊咱会讲到哦。所以透过遮个圣经带出救恩的历史，然后伫苦难的中间，伊的祖先安怎伫遐经历，互上帝恩典伫。你若有去旧年，若有对牧师去以色列去过旷野，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旷野啦吼。迄个真正毋是人住的所在，总是安怎？因会通伫遐40年，穿的衫有破无？无破。咱新明记拄仔读过吼，内底嘛有记讲40年衫无破，骹有整无？骹无整吼。迄个土耳其，毋知是行了伤济，还是鞋仔较新鞋哦，骹小可有碰拍安尼吼。你40年你也看，哎哟，足无简单的吼。所以透过遮个节庆，要伫遮帮助因今仔日现在咱无守这大寮仔节吼，祝棚节，拢是以色列人因伫遐会来今仔日嘛会人守这个节日节庆，提醒伫因的子孙后代，讲较早咱的祖公伫因旷野的所在，因安怎经过迄个苦难、迄个艰苦，伫迄个艰苦的中间，嘛有看到上帝同在甲毋忘吼。所以今日咱透过这段的目的，就是讲，迄甲咱有啥物地带啊？与我们何关？总是咱要透过这节庆中间，比如讲，咱咧过过活节、过圣诞节，到底有啥物意义？今日报告讲12月29，咱本来圣诞节要伫来福新，叫伊讲，阮这好日啊，价钱爱较悬啊，所以咱就无咧看好日歹日啊，咱看俗啊日啊，所以12月29，咱就伫来福新佫有一个好圣诞的餐会嘛。所以今仔咱庆祝圣诞，咱庆祝过活节，到底甲咱有啥物关系？今仔洗礼兄弟，我面谈的时拢甲因问一个问题：你有相信耶稣是过我的主无？有无？我毋是咧问恁啊，我是问伊。总是我头一个问题，我问吼，我讲你若无相信耶稣是过我的主，毋免洗礼，我嘛无爱甲你洗礼。为啥无意义啦？你若相信耶稣是过我的主，伊过我赢过死亡的关系，若咱对百岁年老了后，咱毋当有知影讲买一堆有毋茫无？所以过活节就甲咱有较有关系。圣诞节耶稣降生。所以咱咧参加，也是咧庆祝这个节庆的时阵，咱要运用这个节庆，互这个迷信的亲友来知影讲，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所以透过安尼，以色列人因对这个三大的节庆是有关系吼。所以，互因伫生活内底，因不但透过圣经常常来安怎纪念上帝救恩。所以因伫生活中间安怎活出来？所以因就教导新年的这个礼典的时阵，就安怎？成人的礼典就教因，你也看因头壳有绑一个钉啊，对无？迄个创啥？食饱伤用，还是啥？原来经文甲藏伫内底啦。也是用三句，因为用这方式常常来提醒讲，你着爱读圣经读伫心内。毋通读伫脚趾边，这有差对无？读了无去行，所以伫遮安怎伫生活中间来纪念，然后活出来。咱来看一段影片，牧师将一寡遮相片，可能内底有你的相片哦。到底这相片后壁咧讲啥物款的生命的故事？咱的教会10月31，拄仔过几岁生日？毋是50哦，54哦。所以遮你也看54年久，拢有伊背后的历史。这哪像迄树王长老
随君姐吼，最近开刀了，听报告在等报告，迄心肝噗噗菜，吼，叫讲良性的啦，感谢主吼。迄帅哥有无？透过咱的兄弟姊妹安尼关心吼，这坐骨神经的啦，这邱香杰先生吼。兄弟做伙关心咱的长老吼，牧师嘛会破病的，你知吼。拜三的祈祷见证会，因就讲起因安伫苦难中间来拄着上帝，秉节死无去哦。伫迄中间，咱看上帝安怎，互因伫生命中间来经历医治。詹医师的老爸吼，说咧，这张啥？伊毋知影，这是第圣别礼拜吼，今仔日连主节要伫遮来加入咱的教会吼，庆宗兄伫开刀的中间，文成长老甲神奇的一刀吼，所以伊伫遐来决志，今仔日要来洗礼吼。咱拍鼓将荣耀归于咱上帝，因为上帝先疼咱，所以咱会通彼此伫遮来关心。伫咱病痛的时阵，无论是伫病院、伫厝内，去甲因探访，去甲因关心。较要紧是透过安尼用上帝话，也是彼此来关怀，这拢是对圣经伫遮安怎活出伫咱的生活。犹太人因伫因的节庆内底有足侪节庆。总是三大的节庆，是因伫遮爱遵守的。咱先来看这段的经文，做伙来读来。你一切的查甫丁，着伫度假节、七节、大寮仔节，一年3遍，到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伫伊所记，空手到耶和华面前。别人就照伊的气力来献，就是照耶和华你上帝所赏赐你的。所以伫遮讲，因查甫的吼，爱一年3遍来守啥物即个度假节就是盘过节七节就是咧讲啥物即个收割节啦，像五旬节吼。来，所以咱来看即个图内底，咱看伫因大概因正月1月的时阵，因会守即个盘过节即个图可能有较细，总是伫顶悬盘过节，到底盘过节是咧讲啥？为啥物要守即个节庆？对因的家族，对因的祖先来有啥物款的历史？所以透过咧守节时阵，会通记得过去伫因的即个祖先安怎得到即个上帝的同在拯救。第二就是七节，也是讲五旬节，也是讲收割节这伊背后嘛有迄个真要紧的意义，毋是干那讲庆祝这丰收那定。过来，今仔日就是咱所看的经文内底讲的大寮仔节、祝棚节为什么要大寮伫遮来纪念？意思啦，讲了、读了，因伫遐了，随安怎伫8章的第8节到13节到18节内底，咱就看今仔日的经文讲，因随时去插树花、树叶伫遮来大寮所以咱看这段的圣经三大节头一个就是盘过节。那老基督徒应该拢知影，当以色列百姓因伫埃及做奴才几年，我拢比出来400年因就开始哀叫上帝啊！你知影阮足艰苦的无啦？做奴才无自由伫迄个喊话的中间，上帝就呼调啥？呼调即个摩西伫遮来拯救所以伫这盘过节中间，咱看找摩西去甲法老讲，法老你互上帝百姓爱出来埃及，爱哪有庆？所以一个灾害、两个灾害、三个、四个灾害，一直到第9个灾害，伊的心嘛是拢硬，所以无爱互遮。因为
恁若走去，啥物人要甲阮做工，要甲阮做奴才，安尼了解无？哦，所以到尾啊，上帝就用出一个好，无说你也讲，你即马若毋互我的百姓哦离开哦，啊，搁要甲因苦毒吼，那安尼最后就是大囝头一体会死人哦，哦，啊，甲这个百姓讲啥？以色列百姓讲，恁着爱杀一只羊羔，吼。啊来牺牲，无判受啊，无下事的哦吼。啊了，杀了，爱迄暗做伙食的，啊遐火爱安怎？抹伫门埋门框啦，好亲像咱咧搭门帘哦，门帘有无？哦，过年咱拢有搭一个红了，是咧辟邪是无？哦，可能一般的人就讲来辟邪啦，但是伫遮意义就种。牺牲大地好，亲像咱咧拜拜的时阵用猪公啊，是讲以色列人因搁较后拜，你知无？旧约内底用精丝牛羊哦，啊若较无钱用放假用粉鸟哦，伫遮来献祭。所以伫遮选羊羔，得代表耶稣的救恩呐。哦，所以约翰第1章的第29节，看上帝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哦，所以伫遮咱看伫旧约内底用这羊仔血甲抹的，后来即马天使来啊。哦，即个是安怎？以色列人因有听圣经，哦，因有听上帝话，对无？吩咐了，甲门埋门框抹羊仔血，所以天使来，即个有救恩，有救赎，所以盘过越过去，叫做逾越节，安尼了解无？哦，甲你的边仔讲，安尼叫做盘过节，哦。好来，盘过节就是咧纪念上帝安怎引带一切百姓的祖先出埃及，要做家己的主人，然后重新得到自由，要进入到伫迦南老尼甲老毕的所在。哦，原来安尼头一个咧纪念啥？好亲像一个新的年共款，因爱伫遐来纪念。第二就是七夕节、五旬节，也是收割节，伫遮就是主要毋是干那咧庆祝这的修行。较要紧是咧纪念上帝安怎引带百姓，然后摩西将这百姓带到伫西奈山。旧年有10外个对牧师讲定哦，到伫西奈山顶哦，啊，伫遐有一个摩西纪念礼拜堂，摩西伫遐领受上帝10条诫，然后落山颁布上帝10条诫。伫遮看见上帝主动甲人立约哦。甲人立约了啊，互上帝话就成做因生活的一个真要紧的准绳。啥物叫做准绳？咱过去若古早咧起厝，对无？起厝无亲像即嘛吼，咱若会晓起厝，知影讲伊采用镭射的，用镭射的，你就知影讲有平无平吼。所以过去爱用迄个木屑，对无？木屑啊，牵下了，搁安怎？断哦，佮甲伫遐甲扭者，所以就有一条啥？一条乌线，然后你就知安怎伫遐来起床啊，还是讲伫遐来安排？哦，原来即个律法就是要帮助咱伫未来生活袂惊偏差去、歪错去哦。所以上帝话嘛，通真做咱头前一个面对咱人生最这挑战的时阵，有安怎有一个帮助。所以马太第4章第4节，伫遐嘛，咱看耶稣吼，耶稣伊受圣神引带到伫旷野，然后受到魔鬼的试探，对无？然后魔鬼就拢来啊，你枵40暝日来对无？吼，有枵无？哦，大肠咧过小肠啊吼，所以伫遐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吼，你会通甲石头变做啥？饼啦。耶稣安怎有互伊应有无？耶稣就用上帝话，搁甲回倒转去。人活的毋是活靠饼，是活靠啥？上帝嘴内所出一切话来安尼，怎啊甲拍倒转去吼？魔鬼就紧走安尼吼。所以魔鬼伫遮来挑战咱的时阵，上帝话就诚做啥物？诚做咱伫遮来抵挡、来回应、来攻击的一个武器。一个秘诀。所以第三个，咱看讲，因在守这个大寮仔节，就是因出来结了，本来伫旷野，经过几工了，就会通进入到伫这迦南地。
几工？40工啦。啊，为什么变40冬啦？到底是安怎？啊，因就毋听上帝话。摩西伫山顶领受10条诫，这以色列是山骹拜啥？拜金牛啦。所以人吼，精神是互人用的，所以人都去拜精神，对无？像今仔有当时过去阮伫民间信仰内底就是安尼，对无？狗有咧拜无？18王公。猪八戒有咧拜无？天蓬元帅。孙悟空有咧拜无？搞毋知安尼对无？拜啥？迄跋筊咧拜讲72遍变互赢安尼了解？所以有真侪咱看讲人毋捌上帝的时阵就黑白拜。这精神、这大自然拢是上帝托互人伫管理呢。所以人毋捌上帝，所以天地颠倒变怎去拜伊？所以去服侍印度就拜啥？拜牛啊！所以咱受到这个万米伫遐克制，所以这百姓就黑白拜，黑白拜上帝生气啊！好，恁遐爱拜恁拜者较有诶所以伫这中间40年伫旷野的生活，但是上帝无安尼讲，好啦，我无爱插恁啦咱看讲伫迄中间，上帝有缘甲因三个同在，保护因、看顾因，所以40年穿的衫无破，我感足奇怪。穿的衫40年伫咧旷野，你若去过旷野，你就知迄个场所、迄款的环境，有当时小可愈着搞着破去所以伫遐有上帝供应无肉。上帝，阮做奴才嘛，肉蒜葱通食呢。来到遮是带阮要来遮枵死讲甲足歹听。上帝嘛是怜悯，讲啥物互因食？要想要食肉烟豚啦，无饼通食麻辣啦，点味我会互恁看迄个图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安尼圣经就是要帮助恁常常来纪念啥物？上帝的救恩。所以这百姓因做伙伫遮，哪亲像一人，就是意思讲同心来组织，领受上帝话。上帝会帮助恁对约书亚了，因头一遍伫遮来纪念，伫遮来行这个大了节所以伫遮来了解讲，原来上帝过去听这救恩的历史了，旷野40冬，上帝安怎伫日时作热对无？旷野作热，上帝用啥物条，甲因引出甲保护？风条日头足炎，甲热开。暗时呢，迄温差足大。阮去土耳其早起可能20几度，暗时就剩10几度，要到个位数安尼所以温差大。所以上帝伫暗时就用啥物条？火条互因可以烧热，搁保护因。所以只要咱看讲这位上帝有赞无？有听无？真正，所以因伫迄个中间来经历毋听话的时，上帝小可修理者，但是嘛是继续伫遮来引带。所以百姓伫遮做伙来水门，伫遮就是讲听主的道理，然后要行主的道理。第二，咱有看伊讲，伫遮的领袖做领袖的团队因毋是干那听一工尔，隔工第一工对早头天母光头6点到中昼6点钟呢，伫遐徛咧品无走，咱坐甲好势，有当时佫会拄久，你知无？因伫遐徛咧，然后伫遮领受上帝的话，因为咱看讲伫迄个城墙起好了后，因毋是安尼伫遐庆祝，因用上帝的话伫遐来敬拜。咱看尼希米走去对啊，尼希米是咧后壁，应该讲我是大功臣呢，对无？我功劳上大呢，总是伊对伫迄个敬拜团队后壁。然后，互以斯拉伫遮带大家来读上帝话，伊无占权，伊谦卑伫后壁伫遮做伙，后来才有出现讲做伙用上帝话来教示遮百姓。所以今仔咱看讲，遮领袖团队有谦卑无？因谦卑，搁一遍来到伫即个以斯拉头前，阮搁要听较济，然后伫遐受装备了，因才可以帮助。互遮个族长、遮个祭司，搁再去帮助遮个啥物？遮个百姓。所以好亲像咱遮个中级小组长、区长，咱愿意受到装备，然后去帮助互遮个小组员。你开拆圣经的时阵，互因明白原来我会通安尼祈祷，所以咱
咱过去用这个取用神的话，出上帝话来祈祷这本册，还佫有咧读无？还是册皮读甲册心？有咧读无？真正毋通客伫遐咧营业所以伫遮明年咱的祈祷会，就是用即本来做一个，像个教科书安尼来帮助咱来看。你会通先看，原来上帝话嘛会通用来做祈祷咧。所以遮领袖拄着遮百姓困难的时阵，因检查嘛会通用上帝话伫遮来帮助你。恁病痛的时阵，诗篇103篇，也是讲伫啥物所在，有遮个话内底讲主的诚做咱的医治，也是赦免安尼所以领袖因较无上帝话，所以过去百姓族长甲遮祭司利未人，因拢去参加组织伫遮来读圣经明仔载牧者团队，阮嘛要去鹿港去这圣经公会办的这读经营、诠释营，阮嘛是爱去上课安尼所以伫遮咱看讲，咱有较无上帝话无？伫这大了节，也是讲这守的节庆，奇怪，甲咱今仔有啥物款的关系？咱做伙来看讲，原来因伫迄个中间头一个意义，就是要互即个信仰、即稳定继续伫因的子孙后代。好，亲像今仔话较古早的即个家庭，像牧师娘因兜，就抑佫有一个10条街，10条街甲囥伫迄厅头搭伫遐第1届、第2届、第3届安尼伫遐就是讲咧教示子孙讲。当时上帝安怎将这个10条诫命，今仔耶稣甲伊变做新的诫命对无？变做2条对无？10条诫头4诫是人甲上帝关系，恁爱安怎敬拜这位上帝？第5诫到第10诫开始头1条在讲啥？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伫地面后我上帝所赏赐你的地会通安怎？意思讲长岁寿安尼所以你若要长岁寿，头一个就安怎？爱友好父母，甲你的边仔讲爱友好父母所以友好父母的上帝就赐予伊带来啥物应允伫地面上的长岁寿较要紧，长岁寿佫爱安怎？身体爱勇啦，对无？所以我定定咧讲讲你食120岁，毋免牙拐佫会受厝税，安尼好无好？总是有当时咱若年岁济，身体无用，像一个拖磨。所以咱的祈祷上帝互我年岁久长，总是我的身体嘛安怎有够用安尼所以伫遮咱看透过这个节庆要来帮助咱认捌上帝的慈爱甲救恩。第二就是讲，互因全家会当体验。所以经文后壁讲啥？来，你插树插树花，然后树叶来，然后伫遮无共款的这树今仔日因咧大寮的时阵，可能会用无共款的水果，表示讲因咧纪念上帝伫旷野的中间保护看顾因，佮赏赐这食物供应互因教业。所以今仔透过一个信仰传承帮助，互因知影讲伫苦难的中间，伫病痛的中间，安怎知影转向上帝。今仔咱的庆荣兄嘛是因为过去感觉作用的，我身躯作用拢无啥咧破病啦，但一破病落哇，听到讲这癌安尼有咱就癌去总是伫这过程中间，我顶回有讲，伊咧手术伊家己伫步道太太佫有查某囝，逐个为着伊祈祷本来医生讲开刀头5点钟对无总是伊家己安怎来祈祷结果开到一半出来陈进忠的家属来，有当时咱会着惊，你知无？是啥物代志？开了一半是安怎是结果讲，因为足顺利的，所以提早一半的时间。哇！所以今仔伊家己伫遐来经历啦我伫咧甲伊面谈讲，这是伊生命的一个经历。伫苦难中间，咱知影讲，伫苦难，上帝无离开咱，伊伫顾咱。医生讲较慎重的较慎重的该挂挂，毋该挂毋通挂有当时挂毋对，你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伫苦难中间保护看顾咱知影安怎用上帝话来祈祷无
哦，第二，伫上帝苦难的中间，互咱看伊讲，哇，原来咱嘛是有毋望。所以罗马书第8章遐讲啥？无有啥物款，遮苦难事实会当互咱甲上帝听安怎过长。哦，所以你看到遮圣经，你就感觉有安慰。我伫苦难时，我有即个毋望。哦，伫苦难中间无通食时安怎？啊，这毋知倒一个品种的，你知无？烟豚啦，哦，我无铺迄个放毛的吼，放毛的看起来佫较好食呢吼，佫有遮个玛纳吼，玛纳涂骹若像足侪白白吼。哦，上帝讲你着逐工去捡啊，意思着讲啥？你爱逐工温群做工，毋通平大做，佫来食，是吼，好吃懒做啦吼。所以伫遐逐工啊，若拄着迄个安息的时阵呢，会当捡过工的分袂？好，亲像咱拜六吼，拜六礼拜免做事礼拜分甲捡起来，会歹袂？袂歹。你若平常时拜拜我都平单者吼，莫去做工吼，过工的分佫捡起来，会歹袂？歹，奇怪吼。所以上帝教导互人知影讲，我温群做工，才有通食。所以需要时阵欠亏时，我伫及时时就供应互恁教育。有阵咱做伙来读来。我要伫恁中间立我的会幕，我的心也无厌恶恁。我要行伫恁中间，我要做恁的上帝，恁要做。才有应允讲，我要做恁的上帝。我无离开恁啊，我伫恁的中间，伫会幕的中间吼。伫新约的时，耶稣有住伫咱的中间无？有啊，去年若有去迄个伯利恒对无？有去参观迄个古早是耶稣住马槽对无？出世的时阵，婴仔床就是马槽，住伫迄个马条，迄嘛是用搭的吼。所以意思就是讲，上帝伫旧约中间，甲人三角同在；伫苦难中间，甲你三角同在；伫新约时，伊恩典道成肉体，人看袂到，总是透过耶稣，互2000多年前的人，互这学生拢看会到、摸会到，对无？所以道成肉体，咱做伙读来，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高远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囝对爸所得到。所以古早人伫耶稣的时代人，因为看见耶稣，便得到医治的，也是心灵软弱会通得到安慰哦。所以伫遮咱看，伫遮咧讲，这个意义虽然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有迄款的意义，因为伫因的历史内底，因会通回忆。好亲像拄仔遐相片咧讲起，我病痛，我安怎得到医治？我相信，随阮这听到迄个报告好消息，文个顶落心会感觉安怎？迄个石头就落掉去，对吧？其实亲情嘛是安怎？到底讲，当时灰烬放火者就卡。假如恁母也是当时灰烬敢今仔日？毋是啦，明仔载啦，所以大家关心着，关心讲，这个报告是好诶，歹？当咱经过即款诶过程诶时，哇！感谢上帝，因为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心肝皮肤菜紧张的时阵，总是因为耶稣的帮助、祈祷，互咱经历啥医治你会当讲出你的见证所以我相信伫礼拜3的见证，咱嘛看见真侪兄弟，包括分下长老，小可咧拜完去检查爱倒遐济，敢要创啥？叫做当从长老。去检查3条踢2条啦，1条踢99%啦。前几工伫教会拄着伊开了嘛我讲你歹心去拜架子，你知无歹心就心脏无好啦，拜架子两支珠架伫内底安尼了解阮开玩笑啦伊讲对啊，迄若无上帝引带有当仔毋知安怎死的咧。耶稣问讲你哪会来？知，知道有当时咱毋知咱的心脏的心血管的状况，叫3条踢2条，平时毋知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遮个过程，互咱知影讲，原来咱身躯是有限的，所以透过地面上的遮个大疗遮个布病，互咱知影讲，原来这拢是暂时的，会歹。好亲像咱去
录影，做爱录影的人做爱录影，然后2、3工仔就安怎收起就爱转来啊。遮个草啊，遮个树蛙会打去袂，会歹伊啊。咱看伊每一年最近每一年加州啊，即回是因为啥物？可能烧拍电尔吼，电线走火，烧偌济遮个豪宅对无？有当时我想讲加州这个所在，伊立法要禁圣经，要抵挡上帝。有当时人袂熬的哦，所以因为安尼一个火，一个火星就无了了，烧了了。所以人咧拍拼咧掠掉这个会毁坏，总是忽略讲遐未朽坏永久的吼。所以保罗就咧提醒咱讲，咱所毋望的，咱所追求的是永远的，也是暂时的。你会通领受到暂时的，也是你会通有毋望得到永远。咱做伙来读来，因为我毋是看伫所未为看见的，是看伫所看的。因为所未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因为阮知，阮伫第二报平的厝若毁坏，就对上帝所起造，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厝，是永远伫天里的。所以今仔日咱洗礼，咱就摕到迄个啥物天国的签证，你知无？天国的签证有要紧无？为什么有要紧？咱的玉莲姐啊，咱土耳其转来会当讲啦吼。阮就咧领行李啊，准备要回家，你知无？我的护照放去啊，去互扣伫移民署，就伫遐烦恼流目屎吼，叫迄个护照放伫飞机顶，赶紧叫人去找着，才会当倒转来。今仔日你我若无即个洗礼归入主的名你的名无记伫活名耶稣的活名册顶面要通关神，你就无身份。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会讲，伫咱的生命中间，你有掠掉迄个永远，亲像顶礼拜316讲，你神就有即个签证。今仔这6位2位坚信礼信仰个别，因为洗礼会通互因得到即个天国永远的签证，永远拢有效。你我透过这个节庆节期，透过大了节，互咱看去，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有啊，咱要掠掉的是暂时的，也是永久的，是会朽坏，也是袂朽坏。所以有当时透过这犹太人咧守的节庆，今仔日咧提醒你我是毋是有掠掉迄永远袂歹去的？耶稣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我若备办好势，要来带恁，恁是指啥物人？恁是指啥物人？是遐会相信耶稣有永远的，你洗礼归耶稣的名的这个人。你经历有耶稣的保护吗？有伊的供应吗？你会通，互你的生命会通活出分享的生命。今仔要洗礼，终于伊也邀请真侪伊的朋友来。秀莲姐嘛邀请伊查某囝虽然还未信主，总是阁有遮个亲人看到英美姐真欢喜阮几啊年伫过去伫新庄拢有拄过因为你会通成做是一个，互你的亲友看见你生命的过程来领受恩典。因为你来纪念上帝的救恩，所以你要成做上帝透过你蛮轻看你讲你的一个邀请，成做一个生命的管道。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透过今仔阮洗礼守圣餐，互阮知影，原来阮毋是靠着阮家己的行为，因为阮得救是出于恩典，
毋是出伫阮家己的行为，阮做的功德好事，免得阮家己夸口，是因为阮的信心，是因为主上帝你会听，所以阮今仔日透过这个洗礼，归入主耶稣的名内底。原来阮有一天，阮结束阮地面上的旅行的时阵，阮有毋忘阮知影要去的所在。主耶稣，你拢互阮看见啊！透过启示了21章，我将来要去的所在是遐尼啊阳光，遐尼啊水。求你来帮助阮，互阮趁阮还有活命有气息，阮来掠着这个永远的救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请咱做伙来看圣诗，来唱圣诗354首的第1节、第2节。伫唱圣诗的中间，请6位要洗礼的兄弟姊妹来到伫头前。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最后所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各我还未就天的大圣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紧啊，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呼召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是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基督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甲顶头生的一个印证。搁表明恁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请恁6位注意来听，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牧师即摆要甲恁问，请恁注意来听。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好来，咱来请。刘宗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
圣神的名，因为你领受主圣神的气力同在，上帝要使用你的文字，透过你的作品，透过你的管道，引带更较侪人来同得福音的好处，互因会通得到永远毋忘，你会通得到丰丰富的活命，靠耶稣的名，阿免。来，修炼这。来头前灯。林秀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透过你，互你的全家会通得到福气。主要透过你，互你的恩典分享伫你四周的人，靠耶稣的名，阿免。徛这，可以吗？但庆中，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耶稣的保惠要临到你，医治你，互你身上这个歹的细胞离开，互你完全得到医治，帮助你经历上帝的同在，也透过你来祝更较侪人会通得到这个福气，靠耶稣的名，阿免。你为叫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甲你相同在，伫上帝无恶情的事，也要来改变你的家族，互你的家族因为你来得到永远的福气。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徐玉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伫即个世代成做青年人的一个管道，祝福因，互因会通因为你来得到永远的福气，也互你的生命更较丰丰富富，靠耶稣的名，阿免。张伯超，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充满你，互你行伫真理的顶面，真理要叫你得到自由，也因为你，互人得到福气，靠耶稣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也搁愿恁的神、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嫌。秀莲姐，请你站起来一下哈。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的官兵接入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同心祷告。想是阮活命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因为这兄弟姊妹随承认心相信，接受耶稣成做救主。所以，因有一个新的名分，就是上帝你的宝贝囝、宝贝查某囝。当阮奉主的名宣告，伫所有的灵界中间，
拢要认捌因有上帝保护，求你来保护因出入平安，保护因所做的会当有你看顾祝福，也因为因，互因所接触的亲友会通同得永活的福气。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向后转，退后一点，向后转。咱请小员直接来接纳。同意哈。来点音乐。你坐不要紧吼。来，咱来介绍咱有订的属灵谈判，总是其他拢会当做因谈判吼。来，博超请几位长老来敬上伊的礼物吼。咱若叫着徛来中吼，徛来头前者吼。来，一起哈，一起去恩雅的上课代表哈，来，来会议哈，请桂兰姐哈，走向前呐，走向前，前面哈，前面。虽然无介济，种生意有够哈。哇！好，来陈庆忠兄弟吼，安排周介庆长老吼，来向前，向前，向前来，向前。人一人得救吼，天顶地下拢欢喜哦。来，林秀莲兄弟吼，林秀莲姊妹伊来秋兰姐吼，秋兰姐。最后钟玉哈，刘钟玉等一下，因为你先等一下会后会有拍照哈。好，来，我大概介绍一下哦。
刘宗玉诶朋友朋友在场的朋友请起立吧起立一下等一下有要送花的吗？有先送，然后那个会后才照相好吗？我们会后会有一起照相好，先送个花OK。这个朋友因身躯穿的拢是迄个综艺王版印的作品啦所以好林秀莲姊妹的亲友伊阿姊伊金仔查某囝亲友50朋友80拢徛起来，好，请坐。会议的先生、女儿甲儿子伫咱中间，咱个欢迎感谢主请坐，请坐请坐。玉琪的朋友恩雅赶回来了感谢主年轻人没有来在楼上来博超那介绍15小组的这组员拢徛起来好，咱搁一庆祝歹势庆祝兄的亲友的太太查某囝小平来咱来。好，咱谢谢请回座。现在两位要更新的恩典恩柔恩典恩柔。那个，咱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的第3节、第4节。三位天。